迎收听6月22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诗篇65到66篇，与信靠的行动有关。传说中，苏格拉底曾给他的学生出过一个作业，每一天早上做一个简单的早操，分别抬左手、右手各50下。1个礼拜后呢，这位思想家苏格拉底就问他的学生，有谁在做啊？所有人都举手。1个月后，剩下一半的人举手。半年后，还有谁在做这个简单的早操呢？就只剩下10个人会每一天举左手50下，再举右手50下。1年之后，苏格拉底再次提起这件事情，只有1个人举手，他就是后来我们知道的思想家柏拉图。人往往羡慕他人的美好经历、成就或者是效果，但我们不要忘记，这也跟他所相信而且信靠之后的行动有关。今天的诗篇65篇到66篇，我们要 RPG 祷告的经文就是诗人他正在有的行动。诗篇66篇4到5节，地上万民都敬拜你，他们颂赞你，歌颂你的尊名。来吧，来看上帝所做的大事，来看他在人间的奇妙作为。我们看见这2篇诗篇，在65篇里面是一首充满着颂赞上主的诗歌，而且这个颂赞是因着他信靠当中的那个行动所经历到那丰盛的恩典。在我们前面的迦南之声有说到，其实诗篇呢是有在后来的这个作者编者有帮他分段的，而在这个编者分段的时候，从42篇开始一直到72篇是所谓的第2段这个诗篇的第2段。在这里面呢，非常多的你去看注脚的时候都有写到一件事情。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说，一篇诗歌交给圣咏团长，也就是交给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诗班或是敬拜团。交给他们做什么呢？交给他们是将所经历的这些美好颂赞献上为祭，在那里用他们所经验到这位上主是一位怎样的主，把它唱出来，用丝弦乐器，用人声来表达出来。我是不知道有没有舞蹈，但我相信在那个时代，如果他们是承继大卫这样敬拜的美好传统的话，非常有可能不只是歌声，不只是乐器，可能还会有舞蹈。但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段经文的时候，什么原因诗人会用这么强烈的表达？而且他一开始就说他是还愿的，他是来向上主还愿的。想必他所经历到的美好，真的是从我们来看是令人羡慕的。的确在今天诗篇65篇也好，66篇也好，都讲到诗人真实经历到上主他垂听人的祷告，而且他能够，他愿意赦免人的过犯。我们的主是慈爱的主，昨天也说到他是 Hesed 的主。当人愿意回转到他的面前，上主按着他慈爱，按着他的公义赦免人的罪。但这不代表我们所做的那些得罪上帝而需要付的代价就可以一笔勾销，而是诗人透过献祭来到主的面前，他深深的知道他现在所献上的祭是因着主的慈爱，让他
即使在行动当中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困局，甚至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征战，都在上主的恩典当中一个又一个的经过。所以在65篇说到上主啊，上帝啊，你垂听我们，给我们胜利。到了66篇的时候又继续讲到，来吧，看上主所做的大事，在人间奇妙的作为。讲到人在上主的面前，因着上主的掌权，我们才能够胜利，我们才能够丰盛，我们才能够有能力来赞美，我们才能够数算恩典，甚至我们才能够度过磨练。在诗篇当中，特别今天的这2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诗人并不是一路顺遂，因着信主，因着知道主的掌权，而一切事情都云淡风轻，而是因为他知道在主的里面有主的保守跟掌权，而且他一步一步跟着主去经历到那个上主恩典的作为，战胜这些仇敌，平定这些风浪，让他的生命知道他不用活在罪恶当中，他不用活在命运的里面，而是能够靠着信靠上主的行动，一步一步来经历，好像曾经掉到罗网，好像曾经背负重担，甚至好像被仇敌践踏，经过水跟火，然而现在我的生命是真实的平静安稳，因为我的主把我安置在稳妥的地方。所以诗人献上这个烧化祭，他恳求主来饶恕他的罪，他献上烧化祭，他赞美主在他生命当中的恩典，他献上烧化祭，表明他信靠上主的行动，并且透过诗歌，透过这些圣乐，透过敬拜团，透过诗班，再次的是群众来唱出这个属于上主的诗歌，这个上主得胜的诗歌，这个上主掌权的诗歌。而如今我们每一天，或者是每一个礼拜，我们都会有唱诗歌的机会。我不知道你在唱诗歌的时候，会感受到上主怎么样与你同在。我常常在敬拜的时候，我感受到上主就在我的旁边，在我的旁边，这意味着有他同在，他亲自掌权，他才是主，而我有靠山了。那我们面对我们现在生活的挑战，或者是面对我们正在期盼经历的那美好见证，将来要为主所见证的，诗人所说到的与主同行，然后写下的颂赞这些恩典的经历，也是我自己盼望要经历到的吗？那么我可以有的第一个行动是什么呢？有一位小女孩，她去参加一个布道会，在布道会当中呢，当天因为这个地方它干旱太久了，所以他们有一个祷告就是要一起在布道会来恳求主怜悯，可以下雨。而这一天小女孩去的时候，她就带了一把雨伞。她带着这把雨伞去的时候，这么热，这么干燥，太阳这么大，是要去遮太阳的吗？小女孩她回答问她的人，她跟他们说，不是说要来祈求下雨的吗？那上帝如果听了我们的祷告，那我当然要带雨伞来啊。恳求主帮助我们也有这样信靠的行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透过诗人他们的生命经验，仿佛带领我们看到了一扇窗外的景色。主要在这扇窗外，主啊，每一个人看见的不一样，但是
都是有主同行同在带领的过程。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用守约施慈爱的爱我们，并且按着你对人的心意，是要我们的生命活出美好的心意，是要渴慕与人建立那美好的关系的这样的心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再一次在诗人的生命当中看见，主你是带领我们，并且你教导我们，而且你保守我们。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透过今天的诗歌，我们再次被坚固信心。主啊，我们渴慕这些美好的经历，不只是他人的经历，更是我们在相信你之后，我们愿意用行动来回应。谢谢你，按着你的信实，你必不落空。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是世界牧师，今天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愿上主赐福你，让你不仅有信心，更是按着信心依靠神的时候，在你所行动上的事来经历上主恩典的作为。我们明天见。